過去15年，惜食堂一直將被忽略嘅剩餘食材化成一盒盒有營養、有溫度嘅飯餐。每一個飯盒盛載嘅唔止係食物，更加係一份對人嘅關懷，一種對社會嘅回應。減少食物浪費，同時照顧社區所需，呢份使命意義深遠。作為本地能源供應商，煤氣公司一直全力支持惜食堂嘅理念，攜手推動惜食文化。從廚房到社區，讓每一盒飯餐帶住暖意同關懷，送到更多有需要嘅人手中。一直以嚟，煤氣公司都堅持為香港市民提供穩定清潔能源供應同埋優質服務嘅初心。我哋堅持用商業力量傳遞社會溫暖。咁多年嚟，我哋一直積極支持本地社企。淨係舊年，我哋已經為香港嘅社福機構提供咗高達2000萬嘅煤氣爐具折扣優惠同埋工程費嘅減免。我哋公司亦通過由同事義務組成嘅煤氣溫馨義工隊，不斷將關愛帶到社區每一個角落。由煤氣管網延伸上級供氣系統，到部分明火及高效烹調設備，煤氣公司一直為惜食堂食品製作中心提供安全可靠嘅能源支援。從清洗到準備食材，每一步都用心照顧。串聯式商用煤氣熱水系統由多台 N-Pack 熱水爐組合運作，配備多重安全保護裝置及簡易智能操控，為整個食品製作中心帶嚟源源不絕嘅熱水供應。系統同時為洗碗碟機提供高溫熱水，加快清洗同消毒大量飯盒，配備煤氣熱水爐同熱回收設計，達至高效節能嘅經濟效益。一個飯盒嘅用心，往往體現喺嗰一口飯之中。惜食堂採用明火烹煮米飯，令米粒受熱更加均勻，煮出香氣十足、軟綿適口嘅米飯，特別切合長者嘅飲食需要。明火快炒講求迅速又穩當，設備喺呢個時候就顯得特別重要啦。採用餘韻式燃燒器嘅煤氣新型靜音炒爐，燃燒效率更高，可以節省2成火力，節能之餘依然保持鑊氣十足，令每一道明火菜式色香味俱全。同時處理多種食材嘅時候，穩定一致嘅品質最為重要。煤氣公司全面贊助煤氣管道直達戶內，無縫對接用戶嘅烹飪設備，更靈活咁提升廚房效能。例如使用燃燒煤氣嘅高效蒸汽系統，配備簡易操作系統，溫度控制精準，熱力分佈均勻，為廚房團隊提供高效嘅煮食環境。由烹調到保存，食物安全永遠係最關鍵嘅一步。利用高溫高壓蒸汽為已密封嘅食品進行滅菌，有效確保食品安全，同時延長保存期限。惜食堂一直以減少食物浪費為核心目標，將仍然可以安全食用嘅食材轉化成為營養均衡嘅飯餐，送到社區唔同嘅受助人士手上。煤氣公司提供嘅燃氣設備，令到新食品製作中心喺處理同埋烹調方面嘅整體能力大幅提升，令到每日服務更穩定，整體運作更暢順。我哋非常理解、認同以及尊重惜食堂嘅工作需要、理念同使命。我哋特別為佢嘅食品製造中心度身訂造一系列嘅煤氣高效能爐具，唔單止提升整體運作效率同產能，亦都確保每日約8000份嘅熱飯可以及時送到有需要嘅人士手中，讓呢份溫暖更加有規模、更加有力量。我哋好高興可以同惜食堂攜手推動惜食文化，以實際行動回應社區需求。我哋希望可以為香港社會帶嚟更深遠、更正向嘅改變。一份飯餐凝聚嘅唔止係溫飽，更加係一份社會嘅承諾同關懷。煤氣公司將繼續以專業服務支援社區，推動惜食文化，讓呢份溫暖成為一種可持續嘅力量。爐火不息，善意不止。